撐嘅英格蘭就輸咗俾你撐嘅阿根廷啦。我睇到咧，真係好嬲啊！臨尾點解會有個咁嘅決定嘅咧？即係明明贏緊一球啦，跟住然之後杜曹就竟然換走晒啲功德啊，即係可以喺中場控下波嘅人咧，就全部出咗6個防守喎。即係究竟佢嗰陣時個腦諗緊啲乜嘢咧？嗱，其實咧，我諗咧，我哋講翻4強啦，法國就輸俾西班牙，英格蘭就輸俾阿根廷。咁我可以用4個字去總括，就係咩咧？叫做過猶不及。咩叫過猶不及咧？就係個信心啊！講翻法國對呢個西班牙，迪金斯啊，佢就過分自信。我哋話豪華前鋒3叉戟啊，丹比利奧拉斯同埋麥巴比，場場有咁多波嘅，贏硬你西班牙。中場唔使咁緊張，點知咧人哋就針對翻你嘅球隊，就中場搶，結果咧中場俾唔到波，前面最好波你要 fit 波去噶嘛？你估我哋小學踢學校就一腳揈上去就得咩？中場要有噶嘛？咁所以咧就話，其實講翻呢場咧就話呢個現代足球咧，講翻波啦，有一個句説話叫做得中場得天下，係啊。點解咁講咧？嗱，中場控住個波，起碼個波控制喺我腳下，你攞唔到，你贏唔到我先啦。我入唔入到你遲一步啦，係咪先？但係你如果中場斷咗咧，你就可以俾佢捱打。咁所以咧，你今次係太過自信啦，以為灼硬，然之後開波又前鋒就夠功，同埋有得唔好幾好彩嘅，一開波踢低一個12碼，踢低一塊亞馬，咁已經開咗一個即係唔好嘅頭，咁係過分自信。好啦，講翻我哋呢場，大家將香港人好關心英格蘭啦。咁其實咧，你好多人鬧杜曹，又係收腹肌第2啦，贏一球就收。咁我諗有部分啱，部分唔啱啦。第一，杜曹喺呢個世界盃裏邊咧試過噶嘛，喺個劣勢裏邊對呢個墨西哥water break 之前，俾人追翻3-2，仲俾一個趕得出場，咁佢就20分鐘，佢拍大巴頂得順，咁啊有個好嘅經驗啊嘛得拍大巴咪得咯。但係可能咧就忘記咗一樣嘢，第一你就嗰成55分鐘啫對阿根廷，仲有35分鐘，差咗半個鐘時間啊。第二你對嗰隊阿根廷嚟嘅大佬，唔係墨西哥喎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好大問題。但係咧杜曹都難嘅其實。嗱我諗2個可能性就係我拍大巴，而家你鬧我啊！如果我贏咗1-0咧，